這間中國企業暗崁身份非法來台灣挖人才，尤其國科微電子公司是予美國來做貿易的黑名單。韓國星巴克政策日行銷爭議，警方查獲蘇扎星巴克總部8年前敢有侮辱民主運動有功的人士。烏克蘭一個反亞寄予羅西亞的無人機肉，加在這個反亞無死，逃過一劫。澤倫斯基要求國際社會追究責任。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日節目來要趕緊來關心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因有一架飛行機測試透早險險就發生飛行機燒亡的事件。咱來看畫面下底這架飛行機，這架是為中國上海要飛轉去東京羽田機場的飛行機，編號是 NH968，連貫有載197個旅客，原地按算5點45分的時陣就會到位。不過，在5點44分準備要降落的時陣，卻雄雄發現下卡差不多30公尺的所在，竟然有一架飛行機安尼飛過。30公尺這個距離對兩架飛行機來講，實在是傷遠，是真危險。咱若下卡飛過這架飛行機是國土交通省航空局的飛行檢查機，加在是無燒亡。自當時這架載人客飛行機空中風量系統有自動發出警報。機長是趕緊把飛行機救護員重新擱降落，才無燒亡。不過，另外一架飛行檢查機敢無發現另外這架飛行機呢？因的風量系統敢無開，目前是要擱在咧調查。較加載這飛行機頂197個旅客甲機組人員是攏無人受傷。因那這架飛行機嘛佇咧6點01分的時陣安全降落。繼續要帶觀眾朋友來看南韓星巴克。在咧5月18日時陣，也就是光州事件46周年的這一天，因用 Tech Day， 也就是戰車日這個名來促銷因的保溫杯啊。這個真有爭議的名，互批評講是咧媲想光州事件糟蹋者的犧牲的歷史，甚至是大人空嘴佇咧做生意，這是引起大規模的抵制，也閣有民眾甚至是用石杯啊來表達抗議。稻盛某公司的會長出面來回釋咧，暫停營業，讓員工上歷史教育課程。不過，這個爭議也是持續佇咧擴大。根據韓聯社的報道，首爾警方調查2個月過了後，查獲頭一屆提蘇查票，強制調出星巴克總部的資料，也閣有扣押證物，要來釐清因敢有涉嫌挑工侮辱民主運動有功的人士。連鎖咖啡星巴克佇南韓的門市，攏嘛是生意真好。不過今年5月推出的推銷活動，卻在當地引起輿論風波。民眾也喊保溫杯，擱佇咧星巴克的標識頂頭打抗議的大紙。南韓星巴克佇5月18日光州事件46周年當天，推出號做戰車日的保溫杯促銷，擱出現倒啊長者這種文字，互指控這是咧講當年軍警鎮壓勞費，暗指已經過身的歷史朴鐘杰。 이게 논란이 전국적으로 되게 크게 일어났잖아요. 불매 사태도 그렇고. 光州事件是南韓現代史的大傷痛，星巴克卻提嚴肅的歷史做商業的推銷，即時引起全民的憤怒。雖然母公司新世界集團會長鄭永定出面核實咧，宣布全韓國的文史提早休困做歷史教育，嘛無法度化解。公民團體和光州事件相關的人士已經提出告訴，講星巴克涉嫌侮辱及破壞名聲。 국민 여러분의 마음에 상처를 드린 것은 책임이 결코 가볍지 않습니다. 首爾警方隨後再去派大概40個警察人員提蘇查票來到南韓星巴克總部，原因是新世界集團的內部調查，防質疑有暗訛，甚至有主管級的員工拒絕交出手機啊配合調查，所以警方決定發動強制蘇查，扣押證物，要了解測繪的人員敢是挑過要侮辱歷史、構成犯罪的嫌疑。 公視新聞蘇派選編譯。咱台灣 AI 產業是發展了真好，有不少企業攏想要學咱台灣的人才。法務部有查到17間中國企業暗崁身份非法來台灣學咱的高科技的人才，而且其中有一間號做國科微的電子公司，這間是中國官方認定的重點企業。不過，這間嘛是美國貿易的黑名單。 真濟調查官出動來搜查，詳細核對企業提供的資料，目的就是要找到藏佇台灣的非法中國企業。台灣 AI 產業鏈發展真好，半導體人才卻是同時和中國企業非法的污走。 7月13日至8月4日，
同步偵辦17家中國企業非法在台從事挖角我國高科技人才案件，總計動員超過330人次，搜索64個處所，詢問114人次。互查到企業總共17間，未少有名也是有這個官方背景，像是國科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中國官方認定重點 IC 設計企業。第180年11月，予美方列入軍事最終用戶貿易黑名單。要上海維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伊原來就是國有科研院所。另外，也有被列為中國國家工信部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欽俊通瑞微電子，互第2擺查到。不是很單純，所謂一個人不見或一個工程師被吸收走的問題，關鍵性的人物，那他可能不是只有知道怎麼做而已，他甚至知道這整個團隊有哪些人，那甚至於說，那我今天做出來之後，我要怎麼去驗證這個東西？那當然不可避免就產生了這樣子的一個國安的一個風險存在。對109年底開始調查，調查到上百件相關案例，大部分假稅、假外資、假代資，也是無經過核准，事實據點來暗藏因的身份，結果用真懸的薪水訛人。專家分析，台灣人才價值包含特殊重要技術加產業鏈的人脈，是採用營業秘密法，營業秘密法啦，不論在罰金還是在刑期上面啊，都太輕微，無法遏制中國挖角台灣科技人才，所以行政院在2023年和2024年分別訂定了國家核心關鍵技術，通常就是祭出國家安全法。學者分析，準國家安全法有更加重的刑期加罰金，也毋過第一個科技發展準資通信產業設置的中心上重要技術，只有先進封裝加先進製程，建議會使討論擱再擴大甲 AI 伺服器這相關技術也包含在內，避免空殼公司來偷走台灣寶貴的人才。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中國公布因百姓出入境新的規定，按算9月中會來實施，因有限制中國人民出入境的權利。咱國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講，中國無像咱台灣是法治的國家，中國政府要禁止你出境，都是袂互你出去。嘛警告台灣人去中國，恐驚要受風險。中共當局7月底公布國務院關於出境入境管理的規定，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理由，大幅擴張人民出入境的管理。陸委會主委示警，新規定是甲原底就有的管制明文化，台灣民眾到中國恐驚會面臨更加嚴重的人身安全風險。禁止你出境，就禁止你出境，沒有法定的要件，沒有清楚的法律規範。條文規定，中國公民若是佇海外做互人認定有危害國安，還是離境活動，轉來中國了後，當局就會當禁止3天內擱再離境。當然，旅客出境的時，海關有權力問原因，甚至要求檢查手機電話的電子數據。民進黨立委蘇巧慧認為，中國已經明顯進入維持穩定大過一切的狀態。話講，陸委會應該對咱國的國民有更加全面的宣導。這個電子數據呢，在中國實務執行起來以後，包括什麼呢？其實包括手機、電腦，甚至你的社群媒體內容，甚至是雲端資料，都有可能成為審查的對象。中國大陸的學生也經常打電話來陸委會說，他可不可以來台灣留學？但是你們的出入境管制就是不讓他來。這是公布的入出境的新規，它也是說在既有的鉗制人民的這些手段上，加上一個法治化的外衣。中國最近繼續透過各項科學研究、在地比賽等等的手法，吸引台灣青少年學生到中國交流。不過，為人數來看，是濟過中國學生來台灣，除了無平衡以外，漏報的情形嘛真嚴重。陸委會表示，會繼續會同教育部強化識讀教育。現在到底有多少的學生，或者是多少的學校沒有通報的數量，你沒有掌握嗎？由於教育部主管機關，他比較常去做宣導。現在通報量比較多了，在這個情況當中，他有說要推動大陸的識讀教育。那大陸的識讀教育，它的範圍多大？去之前要先讀完這筆識讀教育，他有然後才可以去大陸做交流。會比較適合不要說人家就是類似像看統戰行程，統戰的愛國基地。目前兩化直航有15個定期航點，甲13個包機的航點。立委張智倫反映有台商希望增加，解決來往民眾搭佇小三通的狀況。陸委會主委回應，目前航空業者無穩定，嘛透露咱國的直航業者一直咧申請增加往上海的航班，不過無得到對方的回應。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甲伊朗的和平協議即馬有進展，韓國界認為講應該真緊就會完成和談，互中東的局勢轉好。所以國際油價有落，美股嘛大起。
另外，美國甲伊朗目前正咧透過阿曼，針對重新開放核武器海峽來協商。各國攏為着要重新啟動核武器海峽佇咧拍拼。國賓團講，伊朗甲阿曼可能針對過境的船隻收服務費，而且是以對半本的模式來共同享用利益。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嘛證實，美方正咧積極參與相關的航運安全談判。I think that there's a conversation and a negotiation that we are involved in between Oman and Iran on how more ships can be able to go through there safely in the short term as we move towards these longer term talks about denuclearization. And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除了阿曼的航道協議，卡達嘛咧拍拼當勢，想要甲美國甲伊朗重新扭轉去談判道。雖望和平的聲音愈來愈懸，啊，不過卡達外交部就坦白講，各界攏佇咧面談促進意見交流。目前談判重點是佇咧避免衝突佮升級。Right now, we don't have anything on the books when it comes to direct talks, of course. We are doing our job as mediators along with Oman and the other mediators and Pakistan and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in exchanging ideas between parties. 雖望國際攏為着和平佇咧努力，啊，不過伊朗的民眾煞意見無共款，有人對美國長期施壓足袂爽的，對未來協議有高度的懷疑，甚至閣主張無應該這麼簡單就講和。嘛有人認為長期的軍事對抗甲制裁已經讓伊朗的民生經濟受到真重的打擊，不如量早結束政治的西牛照角。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火是又閣加懸，雙方攏互相講對方攻擊百姓。烏克蘭今仔日公布一段影片，這畫面內底有一個反啊去互羅西亞的無人機捉，伊是直閃，毋過這台無人機要是5個方向安尼撞過，當場全部炸。加在這個反啊無死，逃過一劫。也那澤倫斯基是大力批評羅西亞，當頭白日竟然加害百姓，要求國際社會都要追究責任。烏克蘭官方公布的影片顯示，羅西亞無人機佇空中困憊。穿烏衫查甫人坐伊的單車來啊，米來米去，無論伊米倒位，無人機就是一直家己。佇個查甫人走去車頭前方向的時候，無人機向伊衝擊去，佫家己爆炸。加在這個佇烏克蘭南部顯現上未菜色計這個反啊大難不死，敢若腳只甲兩隻腳吊傷。Жінка почала тікати, а він почав розвертатися, це ж над машиною. Я йому показую, що дивися овочі, це нічого там такого немає. 查甫人講，因某迄陣大聲叫伊緊走，毋過伊迄陣傷緊張，毋知要走對倒位去。Степ, там нема до бомбоубіжища. Та, в принципі, не до того було, чесно. Страшно, звісно, страшно. Ну, как-то вот так.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佇社群媒體公布這段影片，講這就是羅西亞殺害民眾的證據。自從俄烏戰爭以來，無人機直直攻擊民眾。根據烏克蘭方面的數據，至少有967個人死亡，將近7000人受傷。聯合國佇去年10月就捌譴責講，這種攻擊已經違反人道罪。除了用無人機，羅西亞佇隨時發動大道飛彈攻擊基輔甲附近的地區，拍着主體的大樓甲幾啊座倉庫，造成至少15個人死亡，數十個人受傷。羅西亞國防部指控講，這個設施是用於軍事目的。另外，烏克蘭持續用無人機對羅西亞上大的電商發動空襲，講這個電商為俄軍提供無人機零組件、導航設備甲其他裝備，同款炸着人家厝造成傷亡。目前兩國攏否認攻擊對準民眾，發生以外戰爭各咧滾假。公視新聞曾慧敏編譯。來關心美國華盛頓東部最近發生3件大規模的火燒山，至少有700棟厝規個烏有去，也有6萬外的民眾都愛離開家園。警方講，其中規模上大一場火災，竟然是有人去放火。目前已經抓到一個37歲的嫌犯，這個嫌犯捌因為殺死因老爸轟抓去關，想袂到關出來了後，即馬又閣犯案。規個社區燒甲烏有去，汽車也燒甲臭火大。華盛頓州蘇珀坎地區發生3場大規模的火災，超過1萬英畝的土地烏有去，數萬人封閉的脫離家園。將稱為消防人員全力救災，警方也公布消息，證實其中規模上大的火災，竟然是有人跳工放火，因也抓到一位37歲的男性。This was fantastic and very quick work by everybody involved.
As it happens in so many critical cases, it was citizens who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surroundings, being aware and willing to step up and say something that led to the relatively quick apprehension of Mr. Farnacci. 破案的關鍵是一位民眾發現嫌犯佇路邊的草坡壓腰徛起來，看起來真緊張。伊離開了後無偌久，四邊就衝出舊煙。警方接到通報，佇附近甲嫌犯抓落來，佇伊身軀頂敲着番仔火甲雷達。調查指出，盜火所在確實就是嫌犯壓腰的草坡。Mr. Farnacci is a convicted felon out of the state of Arizona. He has a felony conviction for manslaughter. And a preceding arrest in the same case in premeditated murder in the state of Arizona. 互人料想袂到的是，这位放火的嫌犯，2010年捌因為洗碗的代志，甲老爸冤家，開槍甲老爸斷死，服刑了後，佇2020年放放出來，即馬又閣犯罪放火。當地天氣高溫閣可汗，火勢隨時可能因為強風閣再惡化。這邊也唔知影當時這是重建因的家園。國際新聞4派選朋友。講到咱台灣佇咧中美洲的邦交國瓜地馬拉，當地火風火山吹灑的時陣開始噴發，咱會當看到畫面內底這火粉是真大，而且因為這粒火山離首都無甲100公里，所以當局佇咧測試隨發布紅色警戒，目前已經甲超過600個民眾疏開。講到這粒火風火山，從1524年開始有記錄以來，已經噴發超過60屆。這嘛是中美洲會當講是真危險的活火山，嘛捌造成嚴重的傷亡甲經濟損失。燒滾滾的岩漿直直對火山口噴出來，甲瓜地馬拉的天頂燒甲光光。離首都瓜地馬拉市無到100公里的火風火山，海拔超過3700公尺。當地時間8月初3早起開始噴發，噴出大量的火山灰，衝起到6000公尺高的天頂。一寡油油也對山頂壓落來。緊急救援單位隨時發出上懸層級的紅色警戒，適用範圍包括160萬居民，同時也撤離火山附近的2個鐘頭，超過600個人。Actividad del volcán. Nosotros hemos estado monitoreando y hemos visto que el material de todo lo que es la lava está bajando más. 目前火山周圍的國道已經全面封鎖，附近的學校也宣布停課，因為火風火山是中美洲上屆有咧活動的火山，過去的噴發對這個國家造成嚴重的傷亡，居民攏唔敢大意，配合撤離到避難中心。Imagínense que se complique ya, yo tengo 4, ya viendo todo eso, pues hay que salir, ¿va? 自西元1524年有記錄以來，火風火山已經噴超過60屆，是規個中美洲上屆危險的活火山。對1999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活動期，而且繼續到今。2018年是這座火山100多冬以來上屆有毀滅性的一屆噴發。火山的油油啊噴去到山腳，其中一座磚頭已經覆滅掉，統計造成159個人死亡，另外有超過200個人失蹤，予人認定罹難，包括番麥、豆仔類的、甲咖啡等等的農作物。經濟損失真大，火山灰亂飛，也讓首都國際機場關門2天。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咱台灣時間週5下晡2點半左右 ，SpaceX 的獵鷹9號的火箭，甲探測器送去月球的軌道了後，因為離地球傷遠，無法度飛入去大氣層。一般來講，飛入去大氣層了後，過程當中就會導火，進入正常自我燒毀的過程。不過因為距離實在是太遠，所以弄到月球，月球的溶液噴起來有幾啊10公里遠。這擺弄到月球的獵鷹號火箭是2025年1月升空的。在穩定了月球的無人探測器，照過去的慣例，獵鷹9號火箭升空了後，一定的時間內，第一節的火箭會脫離，而且轉來地球；第二節的火箭會照太空艙、衛星還是探測器飛去設定的軌道。As you all see on the webcast, the first stage returns to Earth, but the second stage we need to appropriately dispose of. So for low Earth orbit missions, we nominally would perform a burn or a maneuver to
demise the second stage to appropriately deorbit that stage. But for high energy missions, we need to perform a different maneuver. 科學家的意思是，这個火箭甲探測器送去月球的軌道了，第二則離地球上遠，無法度就登去大氣層，互伊家己燒去，是可以喺無妨礙未來太空飛行的條件之下，變作太空本素。但是受到太陽、地球和月球三方的動力限制，這個當4棟的廢棄金屬是落入去月球的動力限制，結果弄向月球的表面。另外嘛，因為動極點是喺月球的光面和暗面之間，要對地球頂懸來觀測並無簡單。It'll be illuminated by the sunlight, reflected to Earth. We'll get a really great view of the height and distribution of this plume right at the edge of the lunar surface. This is an opportunity where we know exactly what the material is. It's an upper stage of a rocket. We know how much it weighs. We know how fast it's going. And we know what the material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hitting into. 另外，內英9號火箭的主人就是美國 SpaceX 科技公司，在弄擊事件的前一天發表上新的財務報告，顯示第二季的營收到78億美金，唔但是比第一季的47億，大大增加66%，嘛比皮博社這財經媒體事前預測的68億，佫關出14.5%。不過 SpaceX 的執行長馬斯克為咗要擴大事業版圖投資的人工智慧，所以各項開支攏持續增加，造成虧損。連帶和 SpaceX 的估計，第半的交易出現落落來的現象。另外，馬斯克嘛講，輝達會是未來 AI 事業裡面唯一的合作夥伴。公司新聞徐嘉仁編譯。節目的最後，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順心。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